國聯賽杯錦標爭聯賽冠軍又突然由主動變被動，天水圍飛馬要靠足總杯振作，接受港青挑戰。坐完波監嘅隊長伊達11分鐘就替黃衫軍先開紀錄。入咗波有權嘆慢板，飛馬嘆到30分鐘，再揾到對方後防嘅破綻。入波嘅係卡里祖，2-0係半場嘅比分。比分不能夠反映場波嘅緊張程度。事實上，整場半準決賽嘅上半場節奏慢到不得之了，更衣室翻出嚟情況就有改變。高凡花咗4分零鐘就吉入飛馬嘅第3球。冇包袱嘅港青一班後生仔就要證明佢哋有能力令到飛馬嘅防線惹麻煩。張國明將個波送入網，追成較接近嘅紀錄。只不過飛馬好快又主導翻局勢，話就話伊達嘅打掩腳打中條柱，但係到完場前2分鐘，黃衫軍始終都有方法入多1球。卡里祖喺龍門口做件簡單到不能再簡單嘅工作，加上伊達補時階段都冇執輸，同卡里祖睇齊，一個人入2個波，飛馬輕描淡寫大勝5-1晉級4強。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郭子龍報道。